如果你啱啱立完大功，甚至功高震主，而且你老細都極度猜疑你，同時佢身邊仲有大把金手指等住捉死你嘅時候，呢個局可以點破？回顧過往，幾多能人異士都係死於功高震主之下，淨係得少部分嘅智者可以全身而退。而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其中一個。上期我哋就講到田丹臨危受命，用佢非凡嘅智慧同埋勇氣，憑借住火牛陣咧大破燕軍，成功咁樣收復咗70幾座齊國嘅城池。而另外仲擁護田法將繼任新一任嘅齊王，後世我哋稱之為齊襄王。但係大家都估到啦，復國之後嘅齊國咧，表面上就歡天喜地，實際上暗流湧動，田丹嘅位置就變得越發複雜啦。有一日，身為齊國相國嘅田丹就坐車出行，經過咗支水呢個地方。嗰個時候正值寒冬，河水冰冷刺骨。田丹喺呢個位置就見到一個老人家喺支水中間呢，好艱難咁樣去過河。上岸之後，呢個老人家成身都濕晒，甚至乎凍到連嘴唇都發晒紫，雙腳呢亦都不停咁樣喺度打緊冷震，幾乎冇辦法行路。田丹見到咁樣嘅狀況，心入邊非常唔好受。佢諗都冇諗，即刻就除低咗自己身上嗰件寶貴嘅皮草大衣，快步咁樣行到去老人家身邊，輕輕咁樣就披咗上去老人家身上。老人家好感激田丹，甚至乎感動到眼淚水都出晒嚟。而呢一幕呢，咁啱得咁巧就俾人暗中睇到，甚至乎仲傳到咗齊襄王嘅耳中。齊襄王喺大殿入邊一路諗，一路就自言自語咁話啦：田丹而家喺齊國百姓嘅心入邊威望極高，而佢咁樣隨意施恩於百姓，長此以往，齊國嘅百姓可能就只知田丹，唔知有我呢個齊王噶啦。唉，莫非田丹係要趁機奪取我大齊嘅江山？唔得，如果唔早日謀劃，恐怕日後必有變故。齊襄王諗到呢度，眉頭緊緊咁樣揦埋咗一住，心入邊極度不安。忽然之間，齊襄王好似醒起咗啲乜嘢，左顧右盼咁樣睇咗一圈，發現就得自己喺度啫，就只係喺宮殿旁邊岩石下呢，有一個正喺度穿緊豬仔嘅人。齊襄王心中一動，就將呢個人嗌咗過嚟，就問啦：寡人問你，方才有冇聽到寡人喺度講嘢啊？穿豬人就恭恭敬敬咁樣答啦：回稟大王，我有聽到。齊襄王就繼續問啦：如果係你，覺得此事應該如何是好呢？穿豬人好淡定，不慌不忙咁就話：回稟大王，依小人之見，大王不如將田丹嘅善舉轉化為大王嘅善舉，大王可以嘉獎田丹嘅善行。直接就下令落去話：大王擔心百姓飢餓，田丹就收養百姓，俾佢哋食物；大王擔心百姓寒冷，田丹呢就解下咗佢嘅皮草俾佢哋着；大王擔憂百姓勞苦，田丹亦同樣擔憂，完全就符合晒大王你嘅心意啊！咁樣一嚟，田丹嘅善舉亦都會變成咗大王你嘅善舉啊！齊襄王聽完之後，個眉頭終於都鬆翻晒，心入邊亦都豁然開朗，忍唔住拍案叫絕咁樣講到啊：好，講得好，果然妙啊！就係咁樣，齊襄王就依照住穿豬人嘅建議，賞賜咗田丹牛同埋酒，以示嘉獎。幾日之後，穿豬人又再嚟到求見齊襄王，佢就向齊襄王進言話啦：啟稟大王，你明日早朝嘅時候啊，可以將田丹傳召到嚟朝堂之上，然之後親自向佢作揖行禮，當眾咁樣口頭慰勞佢，然後再發佈命令，就係尋找我哋齊國境內飢寒交迫嘅百姓，然後就加以撫恤。齊襄王非常聽勸啊，依然照做。又過咗一段時間，齊襄王就派人去民間市井入邊去打探消息，得到翻嚟嘅信息呢，居然就係嗰啲市井大夫互相之間都喺度討論，就話啦：哦，原來田丹咁關愛百姓啊，全部都係我哋齊王教導有方啫噃。齊襄王聽到咁樣嘅回覆呢，相當之滿意，佢覺得自己成功咁樣瓦解咗一場潛在嘅危機啦。齊國喺短時間之內收復咗大量嘅失地，正正就係等人用嘅時候。於是乎，田丹就向齊襄王推薦咗貂鉢。貂呢就係貂蟬嘅貂，鉢係生機勃勃嘅勃。但係啦喺齊襄王身邊呢，就有9個寵臣，佢哋平時啊已經係好妒忌田丹嘅權勢同埋威望，一直就想揾機會搞低田丹噶啦。有一次，呢9個人喺度密謀，其中有一個呢就相當憤恨咁樣話啦：田丹而家喺齊國嘅地位如日中天，我哋如果唔諗辦法搞掂佢，日後仲邊度有我哋立身之地啊？另外一個人就附和佢：係咯，真係要諗個辦法去等大王呢對佢心生芥蒂先得。呢個時候，有人靈機一動就講啦：喂！
之前燕軍攻打我哋齊國嗰陣呢，楚國嗰邊啊，咪派咗將軍率領1萬人嚟援助我哋齊國嘅。嗱，如今我哋齊國呢邊已經安定，社稷亦都安穩，我哋點解唔約大王派使者去感謝楚王，從中去再做文章呢？9人紛紛點頭贊同，於是乎佢哋就一齊去見到齊襄王，向齊襄王提出咗呢個建議。齊襄王聽完之後就問啦：咁我哋應該派邊個去比較好啊？呢9個人啊，異口同聲咁就話啦：刁撥就最合適啦，佢一定可以完成任務嘅。於是乎，齊襄王就同意派刁撥去出使楚國啦。刁撥嚟到楚國之後，楚王相當熱情，幾乎每日都設宴款待，仲頻頻向佢敬酒添。可以話刁撥冇幾多日係清醒嘅。結果刁撥就喺楚國一留就幾個月，遲遲都冇翻嚟齊國。咁樣一嚟，嗰9個寵臣呢，見到時機已到啦，又密謀埋一齊向齊襄王進讒言。其中一個人呢就講到啦：大王啊，大王，你諗下，刁撥一支冷過去啫嘛，竟然可以令到楚王咁樣厚待，仲留幾個月都唔肯俾佢走，背後一定唔簡單啊！諗落一定係田單同埋刁撥暗中勾結，想借助楚國嘅勢力咧嚟壯大佢哋自己圖謀不軌啊！大王，而且啊，大王，田單而家同你之間啲君臣關係越嚟越模糊，可以話係上下無別。佢田單呢喺國內又安撫百姓，對外又懷有用敵，禮賢下士，天下啲賢能之士紛紛都歸附於佢啊！佢嘅志向恐怕真係唔細啊！大王，一定要明察啊！齊襄王本來心入邊就有鬼，再聽佢咁樣講多兩嘢，心入邊嘅疑慮又開始滋生，面色即刻就變得相當難睇。佢越諗就越覺得唔對路，第2日忍唔住就下令啦，傳令落去，傳召相國田單嚟見寡人。田單收到呢個傳召之後，其實佢自己都覺得有啲唔係好對路，因為佢知道齊襄王近段時間對自己嘅態度呢係有所變化，今次傳召或者真係來者不善。於是乎，田單就除低咗佢個束髮冠，赤住腳，袒胸露臂咁樣，以示自己惶恐同埋忠誠，小心翼翼咁樣入宮去覲見齊襄王。見到齊襄王之後，田單即刻趴喺地下請罪，言辭懇切咁樣就話啦：大王啊，臣不知道所犯何罪啊！如果真係有不當之處，還望大王明示，臣甘願領罪受死。齊襄王見到田單咁嘅樣，真係俾佢打亂咗陣腳，殺佢又唔係，唔殺佢又唔係。於是乎，齊襄王沉默咗一陣就話啦：你先退下啦。田單退下之後，可以話呢段時間係度日如年，心入邊始終都忐忑不安，根本就唔知道齊襄王究竟喺度諗緊啲乜嘢。而齊襄王呢邊同樣都喺度權衡緊，究竟點處理比較好。佢心諗：田單除晒衫咁樣嚟朝見我，搞到咁大，成個齊國都可以話已經知道晒。如果依家是但揾個罪名殺咗佢嘅，恐怕都唔係咁好收場。苦思冥想咗5日之後，齊襄王就再次傳召田單。齊襄王慢慢咁樣就話啦：相國單，其實你對寡人並冇罪過，你行翻你臣子該行之禮，而寡人就行翻寡人君王之禮就可以啦。田單聽完之後，心入邊嗰個大石總算落咗地。與此同時，佢亦都好明白自己喺朝堂之上嘅處境已經變得相當微妙起身啦。冇幾耐之後，刁撥終於從楚國翻嚟啦。齊襄王亦都設宴款待佢。酒過3巡，飲到正興起嘅時候，齊襄王突然之間就彈咗佢出嚟，同寡人召相國單嚟。刁撥一聽到咁樣嘅狀況，暗暗心驚。因為雖然佢啱啱翻嚟齊國，但係返程途中佢一直都有留意齊國朝堂之上嘅變化，佢亦都敏銳咁樣察覺得到朝堂之上嘅氣氛越嚟越緊張。呢個時候，刁撥即刻離開咗坐席，跪喺地下，恭敬咁樣行住稽首大禮，然後就向齊襄王問啦：大王，小人斗膽一問，如果論賢能，大王同周文王相比如何啊？齊襄王亦都好有自知之明，如實咁樣去應佢：寡人比唔上周文王。刁撥接住又問啦：咁大王自比齊桓公又如何呢？齊襄王亦都好老實：寡人亦都比唔上齊桓公。呢個時候，刁撥語重心長咁樣講：係啊，大王，小人亦都知道大王係比唔上佢哋嘅。但係周文王當時得到呂尚之後，尊稱佢為姜太公；而齊桓公得到管仲，亦都尊稱佢為仲父。但係如今大王得到安平君田單，卻係直呼其相國單，甚至乎僅呼其名單。
咁嘅做法，豈係一個英明君主該講嘅說話？大王，自開天闢地有人以嚟，作為臣子立下嘅功勞，有邊個比得上安平君咁豐厚呢？當年大王你冇辦法守住齊國嘅社稷，燕軍興兵攻打我哋齊國，大王被逼逃離到城陽嘅山林之中。當時係安平君憑住少少嘅即墨城，內城不過3里，外城不過5里，帶住7000疲憊不堪嘅士兵，擒獲咗燕軍嘅將領，收復咗千里失地。係咁樣先可以令到我哋齊國得以復國，呢啲都係安平君嘅功勞啊！大王，小人斗膽講一句，如果嗰個時候安平君係捨棄城陽而自立為王嘅，天下間冇人可以阻止佢，亦都唔夠膽多講一聲。但係安平君堅守道義，認為咁樣做係唔得嘅，所以先至修橋補路，去到城陽山中迎接大王同埋皇后，令到大王可以重返舊都，君臨天下咋。而如今國家已定，百姓已安，而大王佢係咁樣對待安平君，就算細路仔都做唔出咁嘅事啊！大王，反而你而家應該係即刻殺咗嗰9個奸佞小人，向安平君謝罪，否則我哋齊國相當危險啊！齊襄王聽完雕撥呢一番慷慨激昂嘅說話，可以話係醍醐灌頂，如夢初醒，心入邊懊悔不已。佢意識得到自己爭啲就犯下大錯，於是乎即刻下令殺咗嗰9個寵臣，並且將佢哋一家大細全部都逐出首都臨淄。而為咗彌補佢自己嘅過錯，齊襄王仲加封田單夜邑萬戶，以嚟表示佢嘅尊重同埋信任。就係經過咗呢一系列嘅變故之後，田單先至真真正正算係喺齊國朝堂上邊站穩陣腳啫。同樣喺呢一年，田單率領軍隊去清剿齊國境內殘存嘅狄族部落。喺出發之前，佢就去到拜訪魯仲連。魯仲連呢就係戰國末期嘅齊國人，可以話亦都係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嘅縱橫家。佢一開始就喺稷下學宮入邊去學習，而佢相當擅長去發表一啲奇特宏偉、卓爾不凡嘅謀略。但係佢又唔願意出任官職，就淨係中意保持高風亮節，四處遊歷嘅啫。咁講翻田單同魯仲連會面呢度下，魯仲連見到田單就直言不諱咁話啦：將軍，依我睇嚟，你今次去清剿殘存嘅狄族，恐怕難以取勝啊！將軍。田單聽完之後有啲唔開心，心諗：喂，我假假地都係靠即墨嗰啲咁嘅殘兵敗將就打敗咗強大嘅燕國，收復咗齊國大片土地，而家打個小小嘅清剿戰，點樣打唔到落嚟啊？於是乎田單就有啲唔開心，咁就話啦：老先生，我係曾經用即墨嗰啲殘兵敗將去打敗咗嗰個擁有萬輛戰車嘅燕國，恢復咗齊國疆土㗎。而家去清剿啲咁樣嘅少數部落，你居然話我贏唔到？可能你真係要諗真啲噃。講完之後，田單亦都冇等魯仲連回答，直接就上車走咗，連拜拜都冇講句，心入邊仲喺度諗啊：魯仲連，你今次真係睇漏眼啊！你就係咁樣，田單就開始率領大軍去攻打狄族部落，佔領咗個城池。但係令佢萬萬諗唔到嘅係，一連打咗3個幾月，呢座城池依然係固若金湯，毫無敗仗。喺呢個時候，甚至乎連齊國街邊嘅細路仔啊，都開始有歌仔去唱佢啦。大官似筲箕，長劍撐大髀，攻敵攻唔落，枯骨鋪滿地。田單聽到呢首童謠之後，真係暗暗心驚，佢覺得一定係有人搞佢。同時佢就諗翻起魯仲連嘅預言，佢意識得到自己今次可能真係遇到咗大問題。於是乎，田單就再次去拜訪魯仲連，誠懇咁樣請教到就話啦：魯先生，你之前話我攻唔落狄城，如今睇嚟確實如此，還請先生為我指點迷津，講講個中緣由啊！魯仲連望住田單，語重心長咁樣同佢講：將軍，你當年喺即墨嘅時候，坐低就開始織草呢，企起身就攞住鐵鍬，親自同埋啲士兵呢一齊勞作，仲激勵士兵話：我哋已經毫無退路，國家宗廟即將滅亡，今日就係決定我哋生死嘅時刻啦！我哋仲可以靠邊個呢？只可以靠我哋自己。喺嗰個時候，將軍你係有必死嘅決心，士兵亦都係冇任何貪生怕死嘅念頭。聽到你咁激昂嘅說話，個個都淚流滿面，奮勇向前，直頭就想同啲敵人決一死戰添。呢個先至係你當時可以打敗燕國嘅原因。
但係如今將軍，你東邊就有夜邑嘅豐厚俸祿，西邊又有枝上嘅娛樂，腰間就綁住金做嘅腰帶，馳騁喺支水城水之間，享盡人生快樂。呢啲乜嘢你都有啦，偏偏就冇咗你當年必死嘅決心，所以呢個先至係你冇辦法取勝嘅原因啊！田丹聽完之後恍然大悟啊，心入邊滿滿嘅慚愧。佢對魯仲連就話啦：魯先生，真係多謝你一言驚醒夢中人，我知道要點做啦。第二日，田丹振作精神，親自巡視城牆，甚至乎仲去到前線嗰啲箭雨同埋飛石可以打到嘅地方，親自去擂起戰鼓，激勵士兵奮勇作戰。嗰啲士兵啊，睇到田丹咁新鮮士卒，馬上就士氣大振，紛紛捨生忘死，向住敵方嘅城池發起咗猛烈嘅進攻。而守軍呢邊呢，哇！見到支齊軍好似換咗支軍隊咁樣，神勇無比，成個戰場上面嘅氣勢就發生咗逆轉，城池就係咁樣被攻破咗啦。今期我哋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，記得唔好孤寒，多啲投幣、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大家嘅呢啲操作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將我嘅呢系列影片啦，去推廣到更多人去睇到。咁樣嘅話呢，我哋嘅粵語環境就可以越嚟越好。多謝你嘅支持。下期節目見啦，拜拜。